Jesus went throughout Galilee,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, preaching the good news, and healing every disease, and large crowds followed him. 4章23節，人群跟隨耶穌，耶穌走遍加利利地區，在會堂裏教導人，傳講天國的福音，並醫治各種疾病。他的名聲遠播，甚至傳到了敘利亞，眾人很快就把所有病人帶到他那裏，無論他們有什麼疾病，或被鬼附身，或是患了癲癇、癱瘓，耶穌都一一把他們治好了。無論耶穌走到哪裏，都有一大群人跟在後面。這些人來自加利利十城、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和約旦河東。